良好情緒。有一個男孩脾氣好差，經常都會為小事大發脾氣，暴跳如雷。學校嘅同學都唔鍾意佢。男孩嘅爸爸諗下點樣改善孩子嘅壞脾氣，於是俾咗一袋釘子佢，話俾佢聽，每當佢發脾氣嘅時候，就喺後院嘅圍欄上面釘一口釘，然後提醒自己唔能夠隨便發脾氣。第一日，呢個男仔竟然釘咗38口釘，佢覺得唔好意思，下定決心要改過。日子逐漸過去，男孩真係遵從父親嘅吩咐，每發一次脾氣就釘一口釘，而且努力控制自己嘅脾氣。慢慢，佢每日釘嘅釘子數量減少咗，而男孩亦都因此發現，控制自己嘅脾氣比起釘一啲釘子更加簡單。終於有一日，呢個男仔唔再需要釘釘子啦，因為佢唔會再失去耐性亂發脾氣。男孩非常之高興咁樣話俾爸爸聽呢件事。爸爸拍下佢嘅膊頭，微笑咁話：好好，從今開始，每當你遇到一啲事能夠控制自己嘅脾氣，就喺圍欄上面掹一口釘。經過2個月之後，男仔滿面笑容咁樣出現喺爸爸嘅面前，佢終於將所有釘掹晒出嚟。爸爸握住佢嘅手嚟到後院，就話啦：你做得非常之好，係一個好孩子。你睇，好多時候亂發脾氣就好似呢啲釘一樣，留下深深嘅疤痕。如果你今日拎把刀捅咗別人一下，無論你事後點樣彌補，講幾多次對唔住，嗰個傷口都係難以磨滅㗎。言語嘅傷人造成嘅心痛，就好似刀造成嘅傷痛一樣，令人無法承受。